冇識咁多朋友咧，因為有啲朋友好曳啦嗰啲咧，有啲人有嗰個俾錢嗰啲借錢嗰啲咧，知唔知啊？銀行嗰個啊，攞嗰個 passport 嗰啲咧，係咪好易借錢㗎？係啦，好易㗎？呢個好多啦，嗰個咧淨係香港 ID passport 同埋嗰個藍色嗰個叫咩合約，合約淨係攞嗰個啦，同埋帶一個朋友啊。搞掂啦。Hello，我係 Mabel。呢個 channel 咧係講關於請姐姐所遇到嘅種種問題啦，同埋我自己嘅生活分享。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，俾啲支持同鼓勵啦。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最令僱主頭痛嘅嘢就係工人姐姐借錢嘅問題。今次我會講下第一，究竟點樣可以預防工人姐姐借錢呢？第二，如果工人姐姐向僱主借錢或者預支人工，僱主要留意啲咩呢？第三就係如果發現工人姐姐真係借錢，咁僱主應該點處理呢？每一次咧有新嘅工人姐姐到港啦，我哋都會勸佢或者係提佢咧，千祈唔好借錢，因為聽翻好多喺香港嘅姐姐講咧，其實財務公司佢哋會俾好多嘅 referral 嘅着數，佢哋嘅同鄉啦，可能係成功介紹就有500蚊嘅介紹費啊咁樣，引誘或者鼓勵佢哋去借錢，所以咧如果新到港嘅姐姐，真係唔小心誤交損友咧，就好容易咁墮入呢個借錢嘅陷阱。有時咧，有啲僱主就問我可唔可以收埋姐姐嘅 passport 啊、身份證或者合約，咁就可以防止到姐姐去借錢啦。大家記住，僱主咧係唔可以咧收起姐姐嘅 passport 啊或者身份證呢啲嘅身份證明文件啦，因為呢啲其實係屬於姐姐嘅私人財產啦。如果僱主係強行咁收起咧，係犯法嘅。姐姐如果有不滿咧，佢係可以向有關部門，即係可能係入境處啊、勞工處啊或者領事館投訴，到時咧僱主都有好大嘅麻煩。咁唯一嘅做法咧，就係不停咁樣教育啦、灌輸啦，姐姐借錢嘅嚴重性啦，唔好以為借咗返咗去鄉下真係唔使還，同埋僱主要不停咁樣話俾佢哋聽，如果知道咗佢哋借錢或者有呢啲嘅財務問題咧，僱主係會 terminate 佢啦。另外入境處亦都有機會啦，將姐姐列入黑名單，希望就有阻嚇性。有請過工人姐姐嘅都可能會遇過啦，好多姐姐咧會做下嘅時候就會話屋企有事啊，急需要用錢，就希望僱主可以借錢或者預支人工俾佢。僱主亦都會擔心啦，如果唔借錢俾姐姐咧，咁萬一佢喺出面借財務公司，其實可能問題會更加嚴重、更加麻煩。所以好多時咧，僱主都寧願自己借俾佢。但係如果僱主真係決定咗借錢俾姐姐或者預支人工俾姐姐咧，要留意啦，因為根據現時嘅法例啦，無論僱主借咗幾多錢俾外傭姐姐都好啦，每個月唔可以扣多過月薪25%，即係1/4啦。即係假設如果姐姐係收緊最低工資5100嘅話咧，僱主係唔可以要求姐姐咧每個月還超過1275蚊。所以僱主決定借錢之前咧，係需要自行評估翻個風險。好似我之前咧有個客人佢都試過，佢個印尼姐姐就同僱主講啦，屋企喺印尼嘅老公就急需要用錢啦，要做手術啦，咁僱主就一時心軟就借咗2萬蚊俾姐姐。咁頭1個月咧，姐姐係有還到嘅，但係去到第2個月咧，姐姐喺星期日放假之後咧就冇返到屋企，僱主就損失慘重。其實咧，一般姐姐借錢咧喺出面借咗財務公司咧，如果佢係有keep 住去還錢咧，僱主基本上係唔會收到信嘅。但當姐姐還唔到錢嘅時候咧，呢啲嘅財務公司咧就會寄信去合約上面嘅地址啦，亦都係僱主嘅地址。我會建議僱主咧，真係收到信嘅時候咧就唔好猶豫啦，因為好多時候咧，你收到嗰封信咧只係一個開始。我之前咧有個客人試過啦，咁佢收到信啦，收到第一封信啦，咁佢就同姐姐去傾啦，姐姐口講就會還嘅，但係好似頭先所講啦，其實當你收到信嘅時候，亦都證明咗姐姐其實係冇正常去還錢或者冇能力去還錢啦，咁亦都好大機會佢唔係淨係借咗一間咯，係你之後會不斷會收到唔同嘅財務公司嘅信咯。所以我會建議客人啦，如果你真係收到財務公司嘅信啦，即係姐姐係冇如期去還錢嘅話咧，第一就係唔好話心軟去借錢俾姐姐去還錢啊，因為好多時真係唔止係一間咯，係一個無底深潭。你唔知道姐姐其實借咗幾多錢，實際上佢係爭落唔同嘅財務公司幾多錢咯。咁你幫得佢一間，其實你之後嘅你就會踩咗入個深淵啦。第二就係穩定 back up，而且要盡快去終止個合約。
當僱主收到信嘅時候咧，應該點處理呢？如果你真係決定 terminate 同姐姐終止合約嘅話咧，就盡快填入境處嘅 407E， 然後通知入境處。入境處收到之後咧，佢會寄翻一封確認信俾你嘅。咁如果真係再遇到財務公司寄信嚟啊，或者係收數啊，你將呢個入境處嘅確認信咧，俾翻財務公司，通知翻財務公司，呢個姐姐同你已經係冇僱傭嘅關係，基本上咧財務公司就唔會再滋擾騷擾你㗎啦。另外咧，都有啲僱主會問啦，如果發現咗姐姐借錢咧，可唔可以作為一個係姐姐嘅嚴重過失，要佢即走而唔俾1個月嘅代通知金咧？答案咧就係唔可以嘅，因為借錢咁佢係借財務公司啦，其實喺香港咧係合法嘅，咁所以如果真係要終止合約嘅話咧，僱主係要循正常嘅渠道啦，即係一係就俾1個月嘅通知期啦，一係就俾1個月嘅代通知金。希望呢個少少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如果大家都試過經歷過工人姐姐借錢，或者你有更好嘅方法可以預防工人姐姐借錢嘅咧，歡迎喺樓下 comment 話俾我哋聽，一齊分享下。最後希望大家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